想壯陽唔一定要食羊肉嘅，好多人都會知道冬天最適合補身，但好多時候羊肉太燥，而且肉類相對難消化，算係肥甘口味，容易同大部分偏濕偏熱體質嘅人相撞。可以話未見其利先見其害，試過唔少人食咗羊肉之後，第二日就流鼻血啦。今日想介紹俾大家壯陽得嚟而有溫暖脾胃效果嘅食物，佢就係韭菜啦，亦都係叫做喜陽草。雖然佢亦都係辛溫，但係相對亦都係容易消化，同埋我哋一次過唔會食太多。而且咧，佢亦都可以調節我哋婦科宮寒痛經嘅問題，可以講係男女皆宜。如果仲係怕燥又唔使壯陽，可以試下溫中驅寒嘅韭黃啦。食咗韭菜又或者韭黃，其實身體都會即時暖返。但係留意返，如果你係熱底，又或者更年期陰虛內熱，又或者有生瘡潰瘍嘅情況，就記得千祈唔好食啦。鍾意呢段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